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，祝阮欢喜快乐的心、喜乐的心来压制主耶稣临到阮。今日是抬杠节第3主日，阮抱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是阮宝座面前。伫这圣诞节期还未来临的进前，阮是用敬虔的态度、喜乐的心来压制主耶稣临到阮每一个人中间。阮恳求你加添开力，尤其是这中国时常在威胁台湾的所在，互阮的家乡无平安。但是主，你有愿甲阮伫地，甲阮同在，互上帝开力，上帝为加做应允，加做阮的帮助，加做阮患难中随时的倚靠。主，愿感谢你无煞，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常常讲咱咧读圣经讲，常常爱喜乐。那喜乐甲快乐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咱常常讲你着爱喜乐的心哦。但是喜乐甲快乐，咱分别出来。有当时咱摕到物件，尤其遐青少年。因时常摕到 iPhone 讲我足快乐的，考试100分嘛足快乐。也是讲比赛第一名摕冠军，足快乐。迄是快乐，喜乐无共款，喜乐是久长，毋是只一时的快乐。我知影真侪人伊伫生命中间时常有快乐，但是无喜乐。有人讲我就是爱竞选这个。有一设定一个目标，竞选立法委员啊，当选了后真快乐。有人讲，我生命中间要赚第一桶金，1000万，还是讲100万？你就这样侪资料，敢一定就是有喜乐吗？还是只有快乐？今年奥运的比赛，咱国家摕到真侪奖，出国比赛。摕冠军、摕金牌，公赢倒转来，真欢喜、真快乐。咱全台湾拢真快乐，但是咧，快乐可能是一时的。你知影，你着全世界第一名的选手，可能真快乐。比如讲，咱的这个林洋配、双打男性的双打第一名，世界出名。但是咧，刚开始得到第一名吼，真快乐对无？伊讲吼。我看报纸写讲，因甲咱面盲共款，第一名嘞，敢是真诶？看报纸、看新闻，真诶嘞，是第一名嘞。但是咧，快乐可能一时半当了，压力开始来哦。全世界第一名，你出国比赛时，拄到遐名次比你较差诶人，拍输因见笑，压力真大咧。伊即摆是世界第一名，大家拢真尊敬，但是有压力啊。快乐是一时的，喜乐的心是永永远远。喜乐是用上帝眼光、用真理来看待代志。无论困难的环境，嘛是同款喜乐。这是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。最近我伫看一本册，用世界也撼不动不了。这本册是一个周天成兄弟吼。一个羽毛球的选手所写的册，伊讲伊的人生经过真侪困难比赛，但是呢，煞尾呢，伊人生无共款的过程的故事。咱知影运动选手时常拍输比赛时，当然袂快乐啊。但是呢，咱的人生哪参像比赛共款？人生哪参像比赛？有当时快乐，有当时烦恼重重。比如讲。拄着失恋啊，互人死头路啊，考试考真歹啊，无一个人会当快乐。但是呢，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你会当喜乐。这运动选手人生的过程，周天成兄弟，伊比赛中间嘛是输了真侪比赛。但是伊到2019年的时，真做一个世界第2名的选手，
这台湾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咱看这 PPT 顶头，伊赢了真侪比赛，但是你也知影，啊未赢这比赛进前，伊了输了真侪比赛。比赛就是安尼，有输嘛有啊赢，但是你输赢中间，你有喜乐的心无？这运动选手无共款，伊本来毋是一个基督徒。伫2013年的时参加印尼一个比赛，印度一个比赛，伫印度公开的比赛中间，哇，伊巴肚痛。啊，你知影运动选手去比赛时吼，你袂当无参加，你无参加会用罚钱呢。所以吼，虽然巴肚真痛，伊嘛是走去印度的所在比赛。伫比赛中间，哦，当然是互人电甲惊吓，互人电甲无偌久着。走转来台湾看医生啊！伫看医生的中间，哇，开刀发现是无肠炎，急性的无肠炎。迄医生吼，开刀了后，看到迄芳喙的所在化脓啊，这脓吼，塌伫伊的破口的所在，滴到这病毒无拖出来。哇，这是新颖技术啊！3天啊，本来伊得爱开刀，但是无法度，伊物理治疗师吼是基督徒，直直为基督啊，求上帝帮助引传。煞尾这周天成就透过这物理治疗师，认捌主耶稣基督，伊带伊去教会，伫教会中间敬拜上帝，伊嘛是共款伫遐唱诗歌、学乐、听圣经。伊讲哇，原来有另外一个世界，甲以早伊熟悉的无共款。即群人无共款啊！即群人哪会遮尔喜乐？伊的生命就开始无共款。信耶稣经历上帝恩典了后，领洗礼成做基督徒，伊生命态度无共款。伊讲：以前我拍球是为着家己，为着赢，但我相信耶稣，拍球成做我生命中间的敬拜。伊讲拍球吼。虽然吼时常拄着代志，但是我的品格、我的生命是为着荣光上帝来拍球。拍球需要世上的代志，但是呢，拍球那才就伊的敬拜生命。球员的品格有好歹差真济呢。伊大概拍球的中间。不只是家己领受上帝恩典，时常伫球场学了上帝，甚至是敬拜上帝。这教练阿边啊人看到讲，哦，这球员生命无共款。伊无书描写伊讲，信耶稣洗礼了后，以前伊拍球是为着家己啊，但是为着上帝过来拍球。人际关系嘛无共款哦。以前拍球吼，都是为着赢，一定爱赢，愈紧张啊。愈紧张就拍输你啦。每一个运动选手就知影拍球要放互轻松，但是呢，你若拍球上介紧张，为着拍赢颠倒输，伊理念无共款，人际关系就开始无共款。拍球了后，拄着较少年的这球员，伊讲好好拍，咱咧搁较悬这拍搁较悬这个比赛中间，有望拄着你，加油啊！一般选手毋是安尼啊，咧拍输赢咧，手的是拢真假的，上好我第一名，你第二名。但是周天成兄弟无共款，信耶稣洗礼了，诚做主耶稣门徒，伊的生命无共款。拍球比赛球场中间是诚做伊的敬拜，甚至伊时常咧敬拜上帝喺球场中间学了上帝。咱来看这个图吼。这图片中间，你看是拍赢还是拍输？又看卖赢，赢那得哭，喜极而泣，这就是喜乐啊！咱时常看到快乐甲喜乐有啥物无共款？流目屎，但是是喜乐。快乐是一时啊，两面就无去啊。喜乐为什么伊遮尔喜乐？伊知影这拍赢这个比赛得冠军、摕金牌，就是上帝安排，
互伊生命中间经验着上帝真侪人甲伊训练、栽培、造就，伊知影伊会当成功，对开来对上帝来。咱看伊边仔迄个高敏山这个物理治疗师、物理治疗师，伊就是基督徒啊，伊用伊传福音呢。这物理治疗师毋是一个普通的治疗师，伊是上关心救援啊！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伊就为着因祈祷，带伊信耶稣入目主。所以当咱看到周天成这样搞拍球，性命无共款，是因为伊相信主耶稣基督。伊喜乐的心，甲一般人是无共款。今日咱所读经文中间，帖撒罗尼迦，咱知影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受迫害教会呢。保罗写批互因甲因讲，你着爱喜乐，受迫害爱喜乐呢？为什么？这是上帝眼光来看代志。咱拄着患难痛苦的时、病痛的时，你有喜乐无？虽然咱艰苦，但是有喜乐心，有信心充满伫咱心内。所以你袂惊吓，你袂动荡，你知影主耶稣甲你同在。当咱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啊，咱逐工对着这中国威胁，有人甲讲：“牧师，你要移民无？”我讲无。因为主甲咱同在啊，毋通惊吓，毋通论呢。你有烦恼无？有人讲住伫台湾无安全感，烦恼这烦恼迄，毋通烦恼，爱有喜乐心来面对这个困难，因为主甲咱同在。拍球嘛是有输赢，但是呢，你要有一喜乐心来面对这个困难。第二项。咱求信心启示，你生命中间有无喜乐的原因啊？第三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讲，爱常常喜乐。安尼基督徒有当时无得喜乐的，毋是快乐，你无一个喜乐心，有原因无？有啊，你基督问上帝啊。我时常看到一寡基督徒忧头甲面啊，无输嘛会呢，烦恼这烦恼迄，就无得喜乐。但是你常常从主耶稣基督放伫你的面前，用上帝眼光来看待代志，你就生命无共款。常常咱有忧苦动荡，就是咱的生命焦点无对伫上帝，对伫耶稣基督。诗篇16篇第4节提醒咱：一对白的生命的人，因为忧苦要加添啊。咱伫这世间，你追求什么？名声地位吗？经济吗？有厝摕吗？好的学问吗？朴素的学位吗？这一切拢会过去。你打拼一世人，可能摕到这物件，你非常快乐，哇！伫遐欢，伫遐快乐，着跳，但是念咪就无去啊。咱爱不断想看卖停落来。咱伫社会追求的物件，应该是咱基督徒所追求的。你时常无用这样代志，爱停落来，省察家己，反省家己。主啊，这是你爱我做的物件嘛？咱常常将这物件追求社会的物件，放伫咱生命中间，这就是偶像的崇拜啊！你的忧苦要增加。烦恼重大愈增加，人讲我有钱，我趁够侪钱，会快乐吗？暂时的快乐，无喜乐的心啊！各位兄弟姊妹啊，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咱就爱常常来祈祷，常常祈祷原文是继续持续不断祈祷。有当时咱无喜乐的心时，咱当来到主耶稣面前讲：主啊，有甚么原因我无得喜乐起来？无一个喜乐的心，只是有当时咱因为过去的伤害、痛苦、重大，放伫咱生命中间。过去的伤害，诚做咱的破口，咱无得喜乐。所以拄着一寡代志时，照家己意思去做啊，照家己意思去行，当然你的痛苦。无喜乐的心啊！今年
奥运东京奥运的比赛，周天成兄弟嘛去比赛，其实伊是愈拍愈好。咱是讲，哇，这可能个冠军回来，但是呢，伊要出发进前，伊卡巴的所在，这关节卡掉的啊，急性的哦，嘛唔知原因啊。伊甲这物理治疗师两个在讨论，煞尾因紧正祈祷，嘛请因牧师替因代祷。因牧师甲因讲，着爱常常喜乐，爱常常祈祷。因伫遐认罪悔改反省祈祷了后，佮关节马上就慢慢就好啊。其实伊即届到日本去比赛时已经是受伤啊，要就场比赛真困难啊。但是透过认罪祈祷敬正中间，领受上帝医治啊。咱看伊拍球拍到足水，拍到足好，其实已经受伤啊。本地应该是拍甲比更较好，但是因为受伤啊。但是伊讲无要紧，我的性命毋是为着赢这个比赛，是爱证明表达上帝伫我性命中间无共款，见证上帝主要所稳定。所以咱的性命中间爱常常祈祷，求上帝启示，信心会提醒你呢。你若无祈祷，上帝可能用其他方法甲你提醒，但是你主动的祈祷，这是上介好。咱的教会每一天有一个经文对无？啊，咱就照那经文去读无？啊，有读的人举手，啊，用迄话上帝话来反省咱家己性命，你甲写落来，你每一天写落来，上帝对你性命中间的启示，你的性命会无共款。第三项，咱来操练一个感谢的人生观甲习惯。咱知影每一个运动选手拢爱运动的练习。咱讲咱运动哈，你一礼拜有去球场拍球，还是讲其他运动人请你举手？哦，袂少哦。身体健康，这是上帝欢喜的代志咧。运动真好，爱有养成运动的习惯，人较袂破病，对无？对啊。啊，你有运动无？啊，无事，我们拢知影要运动，就是无时间啦。摕一寡借口对吧？啊，你无时间，有当是无事嘛是共款。啊，知影运动真重要，就是无时间。摕一个借口无时间。但是养成一个这运动习惯的人，身体愈勇健。但是咱熟练的习惯咧，熟练的习惯爱操练呢。你有一个喜乐的心，即款爱操练。在经文中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8节，也提醒，伫任何的环境中间，就爱感谢，靠这简单呢。你平常时拢无咧感谢的态度甲习惯的是，你拄着问题是拢咧埋怨，伫遐吵伫遐骂啦，敢毋是咧？你知影，伊一个运动员选手要比赛进前，爱真侪操练，养成一个素质。训练的过程中间真辛苦，但是伊比赛时，伊就无受到其他的。咱的人生，咱参像伫比赛，拍球共款，会输嘛会赢，当时咱会赢，我靠上帝是，感谢上帝是，互魔鬼撒旦点点毋敢讲话。咱用感谢心甲态度来面对困难。你拄着困难，你毋莫黑白骂啦，你讲感谢主，会使袂？你试看觅哦，你的生命态度无共款哦。你时常拄着问题时，就用上帝话来应答，用上帝话来应答。每一个运动选手都爱有这运动的这尝试啊。你无这知识，你会受伤啊！你拍球爱知影安怎拍球啊？比赛爱注意真侪物件，你有了解迄个秘诀无？了解这知识了后，你拍球才袂受伤，知影要怎样赢对手。但是咱基督徒咧，你若无看圣经，你要怎样养成一个好的价值观？用好的价值观，用上帝真理来面对这个误会、拉散、痛苦、烦恼等等咧。焦点
爱放伫主耶稣，感谢每一个时刻，就感谢上帝。你知影昨天听兄弟啊，伊捌拍球连续10遍哦，拢拍败哦，10遍呢，你输1遍、2遍、3遍就算啦，你就职业运动选手呢，你拍2遍、3遍，你拍种输，可能就灰心失志。10遍了后，你会安怎想？退休好啊，拍袂赢要创啥？你一职业的选手拍球拢输，敢讲要拍球吗？伊这物理治疗师甲伊鼓励，甲伊讲爱祈祷啊！伊讲上帝要互你得到第一名。伊讲好啊，哪有可能？2014年的时，伊参加法国的公开比赛，总考真凄惨啊！真侪比赛，台湾的选手比赛了，教练嘛转去啊。这物理治疗师嘛去参加教会活动，无参加一场的比赛，大家拢转去啊。在场嘛无几个台湾人伫遐甲伊加油啊。拄到一个中国的选手，真厉害啊！第一场就输啊，但是咧，伊输的中间，伊心内底发出一个感谢的祈祷。伊讲主啊，我感谢了你，不管过去我的表现怎样，上帝啊，你总是透过真侪人帮助我、训练我，互我会当享受伫球场拍球的时间。主啊，不管这场比赛是输还是赢，我拢要感谢你。无想到比赛开始无共款咯，第2场伊赢，第3场伊嘛赢。2015年回来台北市比赛，拢赢哦，甚至甲这中国这上届出名奥运的选手，2届比赛拢冠军的选手比赛，伊嘛赢林丹啊。伊的生命无共款，这是一个感谢的人生，是爱操练啊。还未得到冠军进前，上帝操练伊的生命的态度，用敬畏的心、学的心、感谢的心来拍球。你有养成一个操练的习惯无？主是咱每一样生命的快乐，这正做抽天成的一个座右铭。主是我的快乐，嘛是咱在座每一样的快乐。上煞尾，无需要提醒咱每一个人，爱修正家己备办主耶稣，听候主耶稣再临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1节到23节提醒咱，详细查验每一项代志，爱持守迄美善的，弃绝一切邪恶的事。咱的生命中间爱修正啊！你要怎样过一个得胜的人生？你要做一个选择。等主耶稣还要来之前，你有备办好无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时，无互上帝来指责。咱的生命中间，你是怎样过生活？咱信主耶稣，毋是讲主啊，我信过你，就天堂，信主得到永生活命尔尔。是在这个世间的事，咱就要经验到上帝的快乐。上帝同在，当咱大抗这时，咱听候主耶稣过来，有一遍，煞尾一遍，主耶稣搁来来到咱的中间，你有备办好无？你有选择上帝话去行吗？弃绝一切邪恶的事，选择上帝要咱行的路吗？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基督徒。这大讲节，咱听候主耶稣再临时，欢喜快乐时，庆祝圣诞节，毋通袂记。我时常想到迄句话，孙悦讲的：“好东西要跟什么？好朋友分享。”这表示你年纪啊，有这年纪啊，吼。咱在生命中间，你摕到什么好的物件？我看到新上啊，青少年摕到 iPhone， 讲哦，这偌好用，你知影？无输啊，这偌好用。这 iPhone 13吼，这镜头无共款，但是呢，你敢毋知影？咱信耶稣了后，
有食好斗相报无？你甚至有感受到上帝来开那个喜乐心吗？你家己爱先领受啊，无你怎样来分享呢？周天成兄弟信主了后，伫台北得到这边的冠军啊！当蔡英文总统甲伊握手的时，甲伊鼓励的时，那总统甲你握手鼓励的时，你要讲啥？啊？讲啥？毋是感谢你，伊讲吼，主耶稣听你。伊真意爱甲总统传福音呢，伊掠着机会，其实伊试过去比赛。球场是敬拜所在，传福音是伊的使命啊。过去为着台湾，为着中华民国出国比赛，是为着国家，为着地上的国度。但信主耶稣了后，加做上帝国度的大赛啊！播扬福音，互人知影主耶稣稳定。每一届的见证，每一届的拍球，就是见证上帝的名，荣光上帝的名。当咱圣诞节时，毋是只有伫遐庆祝快乐。你看做牧师的时常行圣诞节问一句话，就是牧师你真无用吼，啊无就当工就互人问讲啊，恁圣诞节就无用，我对啊，真无用啊。但是圣诞节主角毋是圣诞树呢，毋是只树工呢，毋是唱歌呢，毋是学乐，真正真侪当工真辛苦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，主耶稣再来，圣诞节活动。但是主角是甚物人？主耶稣基督本身呢？你爱传扬、播扬主耶稣好的消息，互别人了解，互别人知影。相信伫圣诞节期中间，咱会当活了更较喜乐，更较平安，将这款的平安甲喜乐传达出去，互每一个人会当领受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台湾的天父上帝主，我满心学到你，你拣选阮每一个人来到这世间，毋是带来灾害、困苦、重担。阮每一个人拢是所听，咱来活出主耶稣你的香味，好款待别人，宣扬主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，以喜乐的心来陪伴你的再临。恳求上帝你帮助，互阮会当警告、劝勉遐贫惰的人，鼓励灰心失丧的人，扶持软弱软弱的人，有耐心对待每一个人，着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要常常彼此关心，为着别人来设想，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不断来成长，迎接主的再临。祝阮同心祈祷伫面前，来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感谢咱篇牧师，互咱遮尔好、遮尔有意义的信息。其实我嘛毋知影喜乐甲快乐有啥无共，今仔日终于。